江建义最近发现讲，因为相片去互人摕去网络顶头做广告，卖一寡来路不明的医疗产品，而且佫写讲是和江建义技术合作的。江建义即马是赶紧背回，而且也报警察处理啊，也要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互人骗去。网络广告顶悬所卖的产品看起来效果真神奇，其实这拢是假的。江建义最近发现，自去年11月开始，有人利用江建义的名义在网络顶悬广告，对外讲参江建义有技术合作，欺骗民众。去年以来，大概每年个20件到30件，而且有增无减，不但数量增加，而且各位今天看到它的那个产品啊也增加，种类增加，而且从境外而来。所以这种情况真的比较严重一点。打击不实广告，捍卫消费者权益。江建义出面警告不少厂商，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，而且江建义主要是做研发技术，绝对不可能对市面上任何产品挂保证。我们公园主要是研发技术，技术如果成熟的话，我们都是技转或者是授权给厂商去制造。终极的产品，我们通常是不会去背书的。诈骗的广告了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内容通常都很简单，因为它很简单，所以你看了以后，你可能很容易就不加思索，你就会消费了过去江建义研发技术摕过真侪国际大奖，嘛因为安尼，互人慕名。江建义强调，对不法业者绝对袂宽容，提醒民众对网络广告爱查清楚，才袂受骗。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。